伫咧家己布地溪会附近的大水沟啊，过年期间有人来遮偷倒粪扫，佮将垃圾米啊正是铺伫咧水面，即马又有生菜铺的废水流入来，风一吹来，附近有影是全臭味。排水沟内底看到介侪粪扫铺伫咧顶悬，水面阁有奇怪的物件，风若是吹来，都有一阵插鼻的臭酸味。附近民众表示，这个问题逐当拢有，反映到今嘛也未解决。哦，足久的，佢上无嘛20档。都前因来前有咧破菜埔，遐水拢有遐来，就走到进路呐。啊，逐当嘛讲有个刷，而且无几工有啦，无几年拢有啦，就讲即个3个月啦，拢有啦。啊，清出来吼，迄2日袂反臭，2礼拜我就感觉啊，我拢住伫遐啦，毋知我拢伫遐咧行。当然很困扰啊，我们是希望讲看被盖起来，或者是说不立马要定期来清理啊。可是都。附近民众认为，水沟的臭味是边仔建良里的菜脯业者制造出来的，佮加上水门无开，水一直塌条，才会愈来愈臭。不过，建良里的里长表示，建良里以前有咧做菜脯，即阵仔夹去影响到别人，已经豆啊减少。差不多啊啦，因差不多拢即摆咧做较少，拢倒1、2个月、2月外日。较早长咧做拢倒3月外日啦，即摆大部分陆续较少。即摆都有种这废水的问题吼。因中央有一条7、8千万的经费，要来卖废水的，要讲改善处理吼，过布地迄边海沟啊，就较无污了。嘉义县环保局指出，粪扫的问题已经有请人来处理，未来阁会考虑伫遮倒监视器，而且水质净化的工程嘛已经动工，明年完工了后，就会当改善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